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新北市邦桥府中捷运站，2月27号发生着事故，是6桥的电梯来坠落，有2个人受伤。机械技术工会来鉴定，发现这个降数的问题真大。但是这个电梯的降数，才拄啊做过保养，经过1个月，哪会3条的降数总断咧？新北市长侯友宜下令要清查规个新北市港牌子的降数，讲一定要追究到底。你看这个现在有折一下，它有裂丝了，所以钢索的问题蛮大的哦。电梯瓦数用手一拗就断丝，这边啊挡会掉一台电梯的重量。新北市府中捷运站6桥的电梯第27发生坠落意外，致死一个55岁负责人，脚骨子做伙起的8岁孙仔两骨伤着。新北市政府找专业的人士到现场会勘，嘛对这件事故做出初步的判断。这里面断梁已经有裂丝了，所以这个钢索的材质是一个问题，然后装的东西是一个问题。用几个月而已就断裂，不是钢索问题，就是其他问题待厘清。好，等他把东西给我们再来厘清。一切拢爱等相关的资料齐全，才会当定论。是讲这台电梯瓦数伫今年5月才换新的尔，8月相关的检测机构有抽查。当时拢正常，9月瓦数毛做保养，10月时要2摆电梯例行检修，离保养才5月尔，是安怎3条瓦数拢断？勘查以后，我立即要求清查同厂牌的钢索，那同时请外部鉴定单位来鉴定，一定追究到底。针对府中的事故，侯友宜要求1个月内交出鉴定报告，2个月内要完成所有公有的场所、电梯的安检的复查。整个10月新北市电梯大怒神的事故有够济件，包括测试伫永贵工地、22邦桥殡仪馆，再加上27的府中捷运站6桥电梯的事故，总共已经造成7个人受伤。市府大动作安检补救，望讲莫有市民的心对电梯安尼起起落落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